救火队。我们的伯伯在这里 stand by 准备就预防一切的发生，所以请各位观众们、各位嘉宾们，请注意安全，请注意安全，尽量不要影响到、烧到或是说这些爆尘还是什么啊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合作，谢谢。来给黑个好。